個禮拜我哋冇 F1， 但係有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澳門大賽車啊！今年我哋有 F4 4級方程式、Formula Regional 電單車大賽、TCR FIA GT 杯同埋路車挑戰賽。Mercedes-AMG 今年唔參加澳門嘅 FIA GT 杯，澳門先生莫塔拿代表 Absolute Corsa 車隊出戰，而上屆冠軍晏高代表 Road Racing 車隊，先用寶馬 M4 賽車再次嘗試贏東網約。法拉利嘅 WEC 車手 Antonio Fuoco 同埋今年嘅利曼冠軍葉一飛，亦都以法拉利296 GT3 參戰。香港車手盧思豪就代表 Evolve Racing 車隊喺 TCR 巡迴賽參戰。Oliver Bearman 嘅細佬 Thomas Bearman 呢，亦都會喺 Formula 4比賽嘅。我呢都會去睇呢個永利澳門嘅車展嘅，展出嘅車真係好多噶，有 Aston Martin Valkyrie 嘅 Spider 啦，Ferrari Daytona SP3， 仲有舊年麥拿倫嘅 F1 1:1模型。唔少觀眾呢都應該會去現場睇車嘅。你最期待係邊位車手呢？我哋都會去噶，就睇下到時能唔能夠見面啦。